喺稍後請收睇短片《小浣熊偵探》。2016年投資新氣象，樓市、股市、經濟市場靜觀其變，資金投放邊度先係最佳地方？放眼全球，點樣為財富增值？蘇麗鐘錶特約財經透視1連3集，2016資金去哪兒系列，今晚6點及11點11翡翠台。我叫做拉斯高，係個名偵探。雖然我都好想咁講，不過我只係個學徒啫。我而家同保羅老師一齊環遊世界，解決唔同地方嘅謎題同埋事件。為咗見到大家嘅笑容，我哋出發啦！保羅老師之謎。早晨啊，瑪莎。早晨啊，拉斯高。你睇下。呢啲係保羅老師發現到沙漠寶藏嗰陣影嘅相嚟噶，呢啲係解決咗好多充滿謎題嘅事件之後影噶。睇下，攞返張啊！哇，好犀利呀！保羅老師係世界上最叻嘅偵探啊！呢度有封寄俾保羅老師嘅信啊，應該又有事件啊！等我交俾保羅老師啊！唔得，保羅老師同我講過，黑色大宅嗰件事唔可以俾拉斯哥知噶。吓？黑色大宅？冇啊，咩事都冇啊！保羅老師，拉斯高，早晨啊！封信係你噶。哦，終於寄到嚟啦！唔該晒你啊！哦，係啦，保羅老師，封信講咩噶？拉斯高啊，我有啲事而家要出去先啊！老師你要去邊啊？我要去處理一件好重要嘅事。好重要嘅事？係咁，我出去啦。睇嚟今次一定係發生咗好大件事啦。但係因為我而家仲係一個學徒，所以老師唔話我知。好啦。有間黑色大宅，唔可以話俾我知，要處理好重要嘅事。究竟係件幾犀利嘅事件呢？究竟而家去緊邊呢？入咗去呀！係黑色大宅。嗰樣嘢係咩嚟噶？國王嘅皇冠，係飛馬嘅羽毛。係呀，唔見咗保羅老師嘅。保羅老師究竟去咗邊呢？唉，一時唔小心唔見咗保羅老師添。你翻嚟啦，拉斯高。老師，你已經翻咗嚟啦。因為我已經做完咗嗰件好重要嘅事啦。呢個盒係喺個叫黑色大宅嘅地方，有一個技術好出色嘅裁縫師㗎。裁縫師。因為佢頭先寄咗封信嚟，話我知預訂嘅嘢已經整好咗，所以咪過去攞咯。拉斯高啊，呢樣嘢係送俾你㗎。送俾我？哇！係啊，你試下着啦。呢套衫咧係獎勵你成日都咁努力㗎。你今日咧都一樣好努力啊！保羅老師，拉斯高係一個會令大家都歡笑、非常之叻嘅偵探嚟。係唔係真㗎？係啊，我講真㗎。好啦，以後
同地方，幫其他人解決唔同事件，有朝一日好似寶來老師咁，成為一個好犀利嘅偵探。好啊！見啊見啊，拉斯高做得好好。喺稍後請收睇《妖怪手錶》。